上回提到，仁濟醫院羅陳楚斯小學係一間充滿活力、學生勇於追夢、互助互愛嘅學校，但因此就引起咗灰暗大魔王嘅妒忌。佢派出手下無聊小兵喺校園入邊四處散播無聊病毒，結果令到羅小嘅同學冇晒目標同埋夢想。好彩有啲同學冇受病毒嘅影響，四處收集能量石嚟擊敗灰暗大魔王。最後憑住大家嘅勇氣同埋齊心，終於集齊能量石，擊退佢哋，令羅小恢復原來嘅模樣。學生繼續勇敢追夢。喺呢個時候，突然有把聲出現。豈有此理啊！今次嘅任務竟然失敗，你哋羅陳楚斯小學嘅學生果然厲害，唔得，我一定要再諗辦法。你哋睇住嚟啦，下年40週年，我一定會強勢回歸，我會派好多手下去挑戰你哋，出年見啊！